身為全港最年輕嘅舞台劇導演，陳恩石阿 Tom 用夢想撐住一個劇團，由佢親手編劇、作曲、填詞以及監製嘅本地原創長壽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至今喺香港演出過超過700場，從中再衍生出唔同嘅新 IP， 成為本港舞台劇界嘅神話。繼第2套同鄭丹瑞合作嘅《小男人周記》後，第3套全新兒童音樂劇《童話帝國》亦都喺今年2月中上演。走咗咁多路，原來佢只得27歲。我哋講緊嘅 long run 好似真係外國嗰啲 long run show 咁，你未必會一開始你就定咗佢幾時會 close 嘅，即係可能係一日只要繼續有觀眾、繼續有 demand，我哋都會繼續做落去。咁而如果要做到呢一個咁樣 business model，我哋只能夠就係自己去起一個劇場去到做咁。頭2套長壽音樂劇都係自設劇場，到第3套《童話帝國》，終於獲得香港藝術中心邀請進駐，做長達2年嘅駐場演出。對此，阿 Tom 感到非常之鼓舞，並認為咁樣對於推廣長壽音樂劇嘅文化非常之有幫助。即係我哋當初點解我哋要去做 long run， 係因為我哋好想將睇劇變成大家茶餘飯後嘅一個活動。點解成日我哋都話香港舞台劇嘅市場唔夠大？因為嗰樣嘢唔係一樣好容易 get access to 嘅一樣嘢。我哋需要早幾個月買定飛，可能做3、5、7場，做10場，做20場就會做完㗎啦咁樣。但係如果當一個劇目或者好多個劇目可以喺香港變成一個大家嗰日茶餘飯後食飽飯，我突然間今日戚起條筋，我好想行入劇場睇個 show， 或者今日放咗工有啲唔開心，我想行入劇場睇個 show relax 一下，佢就可以行入劇場睇 show 嘅。如果變咗一個咁樣嘅行為習慣，一個咁恆常嘅活動，其實先至可以真正將呢樣嘢普及化。從今以後咧，除咗可以選擇去戲院睇戲啦，翻屋企睇 Netflix 啦，仲多咗一個 show 就係隨時你可以睇。要做一套成功嘅音樂劇，阿 Tom 認為必須要有呢一啲要素。我哋會好着重就係成個視覺效果同埋現場嘅感官享受嘅，因為我覺得劇場其中一樣好不能夠被取替嘅，其實就係你入嚟嘅嗰個 emotional experience， 就係我喺屋企睇 Netflix， 我睇100次都係嗰套嘢嚟嘅。但係喺劇場裏面，我哋有啲觀眾睇《我們的青春日誌》睇咗超過100次，佢哋點解會睇咁多次？就係因為每晚同一個人睇咗100次，有啲睇咗超過80次，有啲睇咗超過70次，而佢哋就係覺得每晚我都喺度經歷緊一個全新，雖然佢哋做緊嘅嘢係一模一樣，但係活生生嘅一班演員、一班幕後喺度做緊一場現場嘅演出俾我睇。當一個劇如果可以引起到觀眾嘅共鳴嘅時候，佢會喺裏面揾到一啲嘅力量嘅時候，其實佢係有一個原因係可以睇無數次嘅。係咁，我覺得呢個情緒嘅疏導係一個劇場作品其中一個可以賦予到俾觀眾嘅價值啦。從事音樂劇事業多年，阿 Tom 認為最阻礙發展嘅原因係啲乜嘢呢？我諗發展長壽音樂劇第一個好大嘅阻礙就係揾場地、揾資金啦。你要揾到一個硬件條件適合嘅地鋪，其實我花上咗1年嘅時間去到揾，因為佢需要啱啱好放到個觀眾席，放到個舞台，放到個 side stage， 然後又要做到晒我想要求嗰啲轉景，又要有劇院大堂俾觀眾等候嘅位置，跟住又要嗰棟 building 本身嘅走火條例係可以合乎到申請到牌照 fulfill 晒呢啲硬件條件，我仲需要同業主傾到一個我係計得掂數嘅價錢，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嘅地鋪嘅租金係幾恐怖嘅。咁所以好感恩嘅，即係當年3年前可以揾到呢個地方，揾到個地方之後就要揾資金啦。即係我計完條數，需要1100萬嘅資金先至可以起動到第一個 long run project。跟住好多人就以為有1100萬嘅資金，哇！咁你好多錢使啦咁。跟住我同佢哋講，其實你知唔知道喺外國 Broadway 啦，譬如要起動一個音樂劇，需要大概1億幾嘅港幣，1100萬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壓縮嘅成本嚟嘅。縱使多年嚟劇團嘅營運資金一直喺虧蝕嘅邊緣，但係阿 Tom 都仲未諗過放棄。當一個不停蝕本嘅生意，佢有乜原因要繼續去到做落去呢？但係我亦都知道，只要我將呢一個 show 一 shut down，
香港冇投資者會再投資 long run show 噶啦，因為一定人哋會問最後點解你蝕幾多啊咁樣，一講出嚟條數一定嚇死大家。咁所以我哋好努力就係希望喺嚟緊呢幾年嘅時間裏面，我哋學識點樣將一個音樂劇，佢喺呢一度做每晚都蝕得好啦，我哋可以有其他嘅商業嘅考慮、商業嘅機會，而令到呢個音樂劇嘅 IP《澳門的青春日誌》、《小男人周記》、《童話帝國》可以有其他地方去轉虧為盈，都冇可能賺到大錢㗎啦，但係起碼可以收支平衡先啦，即係呢個係我哋嚟緊嘅目標。